報導。警方拒絕民陣聽日喺中聯辦門外集會，民陣向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上訴，但被駁回。蔡子璇報道。警方喺委員會聆訊當中指出，今次參與集會人士同最近其他地區非法霸佔道路人士持相近意見，而民陣成員喺佔領運動當中扮演一定角色，有可能喺集會完結之後佔據中聯辦門外道路，影響公眾秩序同安全。而民陣就引用委員會2年前嘅裁決提出上訴，強調今次係一個和平集會，完結嘅時候會準時離開，唔會持續霸佔中聯辦外嘅道路。但上訴委員會最後一致裁定駁回上訴。委員會嘅理據係希望保障行人同道路使用者嘅權利，又認為警方俾示威者用中聯辦北門對出嘅行人路用作集會係恰當㗎。民陣召集人陳善盈對裁定感到遺憾，認為警方有政治考慮。警方今日咧去將民陣嘅舉辦嘅活動，民陣嘅成員去咁樣同呢一啲嘅一啲，譬如咩掟雞蛋啊，喺中聯辦門外碌雞蛋嘅行為去扣連嘅話咧，絕對係對民陣一個抹黑同埋唔公允嘅一個批評嚟嘅。而警方就歡迎裁決，主辦者同埋啲參加人士呢，可以亦都係同樣地去尊重呢次上訴委員會嘅裁決。根據警方所發出嘅不反對通知書裏頭嘅條款，去進行呢次嘅公眾活動。民陣星期日會由遮打花園遊行到中聯辦，要求中央同學聯代表直接對話，預計有500個人參加。亞洲電視記者蔡子璇報道。中日外長喺